哇，这故事嘅安排同精彩呢。嘿啊，画面你翕到动奖呢。系啊，这故事啊，真经动难团，有4条故事线伫行，暧昧呢，还有青岛骗人上多嘅地方，好人、老坏人，嘅杀机啊，那本人上唔到，想象嘅空间动态呢。你爱用讲啊，拖延会发现哦。也只拖延啊，真经动强诶。听讲啊，佢后生嘅时节，为到爱穿艺术好演嘅学费啊，还去做太复杂嘅司机哦。因为做司机啊，故说佢接送了各行各业嘅人大追股，将熟悉到按到神奇嘅故事哦。复查司机，按厉害哦。系啊。该拖延没写话咩？是啊，我哋做地做嘅事情很动动呢。这只拖延嘅故事安排，本人感觉真难谈。但终于爱用嘅表演，不过呢，这只男主角啊，看唔惯。你係唔中意男主角嘅表演，還係看唔慣男主角壓殺人啊？我感覺這只男主角，看唔慣啦，冇中意。哦，故說係演員嘅殺嘅，本人感覺冇馬爽快，還係因為日本蛋就動腦筋。錯啦，我吹唔掂嘛，拖延做乜解升級，我唔會升啊。一隻拖延動腔呢？可能吹暗用啦，總有看天樣嘅親密嘛。加 content 按到嘅內容，然後朋友共下來討論嘅精彩嘅內容，真經係當好嘅事情。係啊，討論下內容吼，討論下男主角、女主角吼，就討論不完啦。講唔煞咧，真經講唔煞咧哦。殺下來就本，你共下來後下，家下看到奈到是非，假如個根本嘅天樣本人 content 係適度行嘅親密，看嚟行會親密，就表示講你嘅內容用版型呢，當精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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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反言意思就係很精彩的电影的内容，如果很精彩，就会让人家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去回味它。超，可能还会3刷、4刷、5刷安样去。紧碟刷就超了。冇错，故说咧，从迄个剧情底部嘅记嘅很用版型呢，亚嘅故事当精彩，亚嘅故事当精彩。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哦！有上次咧，那种剧情可能係悬疑片，本人谈嘅時候，content 唔地味嘅，你就當那個劇情真嘅談唔到，談唔到。再一次哦，談唔到，談唔到。那談呢，跟我們前面以前教過很多詞彙的音一樣，on 的音，所以談唔到，談唔到。故說咧，啲呢個劇情底部佢講乜嘅？呀故事真經談唔到，呀故事真經談唔到。從嚟就懂好呢一種看頭唔地味嘅故事。我咩係呢？就今天想到底發生乜嘅事情呢？唔會當上嘅團到底發生乜嘅事情？故說有上是唔單槍嘅編劇當重要，啲現場拍嘅時間有個人真的是主導靈魂的人。真經就係拖延。再一擺哦，拖延。拖延係乜嘢呢？就係導演。導演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他很厲害的時候，你就會覺得這部片真的是值得一看。很厲害，客方用白語講呢，動腔。再一次哦，動腔。所以呢，第一個故事裡邊嘅用白語講嘅，呀拖延真經動腔。呀拖延真經動腔。唔單將拖延演咩係當重要，咩係靈魂角色哦。靈魂角色，如果這個主角不會演，就會覺得啊，劇情再好也沒有用，冇法度。所以你下個搞太搞就講男主角。故說咧，啲頭前你看到劇底部咧，經用版型講咧，他問他說：哈，你難道不喜歡嗎？冇中意
男主角嘅表演嘿。无中意男主角嘅表演嘿。你难道不喜欢男主角的表演表演吗？吗为什么这么讨厌他？係啊，有陣時其實可以係咪行走地啦可能就是受到以前的影響，會知道呢啥男主角表演起來正然當定然後故作眼會惱佢，即係討厭。客家話用版講咧，就係惱。再一擺哦，惱。因為唔笨蛋，就惱佢嘿。因為你笨蛋，就惱佢嘿。因為你本來就討厭他嘛，所以呢，看聽樣時就有時是一個演員也係討厭，本來就冇中意佢嘅作品，有時你看嘅時就會知道，冇中意。唔過有時是你看嘅歌曲點都很那中意哦，打破以前的印象。錯。好，根本係學按度嘅合法，唔管係詞彙也係啲嘢，唔理大家。還有李家先生，學起來嘛？要學起來了。唔過按樣板學起來呢，就係見功。冇錯，向下聽聽嗌兩聲，向下再一擺來複習一下咯。好 ，Go！